為一睹他風采，竟都顯得加倍緊張。不理當空的太陽照亮，興奮歡呼聲繼續奏響，將眼睛四野注滿和諧歡暢。全城父老攜幼向他接近，期望可這身碰碰他衣襟，傳言道心中險惡擇日觸摸到復原艱辛，給已死的小女孩重生，驅散污鬼不再讓放任，可見他確有那與神行的恩。